再来看海鸥风台测试扫过菲律宾的中部，索姆市做大水哦，市区有真侪车拢塌做火，恁家厝的一楼拢是土山，灾情是真严重。目前嘛已经有114人死亡，其中包括来救灾的军方直升机的机组人员，阁有20来人失踪，有超过70万的灾民。菲律宾政府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 海鸥风台侵袭过了后，重灾区的所有的民众，登去厝发现家园是绿苍苍，街路四围拢是落果梅甲残骸，汽车像擦胶啊共款贴起来，毁损真严重。测试登陆菲律宾中部的海鸥风台带来地灾性的雨量，所有市区的平房和大水，因到厝顶真侪民众未负整理行李，就紧走。登去厝了后，发现家园拢浸伫落果梅内。救灾情报显示，有一寡所在的落果梅深30公分。 Biglang pumasok yung tubig, kaya wala kaming nadala. Kaya first time ito nangyari dito sa almost 16 years akong nakatira dito. Ngayon lang ito nangyari. 附近的塔里沙市灾情也真惨重，采用轻机架载起的好边厝倒规片，街路四围拢是高高的落果梅，毁灭性的大水来得紧搁急，一楼的厝会当讲完全拢淹掉，因为食程度完全停止，讲到灾后的生活，居民忍不住悲伤起来。Wala jud kaming nahimo. Wala jud kaming napunit sa aming mga bahay, sir. Walang-wala po kami, manginanglan kami ng tulong. Yung nililalim sa amon. 海鸥登陆进前的24点钟，已经为所有市区带来183毫米的降雨量，超过当地逐个月平均雨量真济。当地政府已经有先针对中部地区撤离20万人。风台登陆了后，万达飞市的救援人员无顾到水淹甲腰啊，撩水去救灾民，灾后罹难人数一直升悬。敢若伫所有市区的立乐安，救援人员就找到35具遗体。气象专家表示，气候变迁加强风台的威力。 较悬温的大气容纳更较侪水汽，造成落雨量更较激烈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